各位觀眾，你哋喺淘寶買過臘腸、花膠，甚至寵物零食未？有冇諗過只係撳個掣就可能已經係走私？今次我哋要問嘅核心問題係，點解一件幾十蚊嘅土產會搞到你罰千萬兼坐監？好，即刻入正題。消委會今日發出最強警告，香港人網購內地嘢越嚟越普遍，但係好多人唔知自己已經踩緊法律紅線。記住，香港法例講嘅進口係包埋你上網買嘢，再寄嚟香港，唔係講緊貨櫃走私，係講緊你我每一個人。消委會整理咗個死亡名單，聽清楚，野味、肉類、家禽、雞蛋，冇錯，你冇聽錯，連雞蛋都唔得。仲有任何唔知咩成分嘅藥物、活嘅植物，甚至係用瀕危動植物整嘅藥材，例如花膠、天麻，全部都係受管制物品，罰則有幾重？唔係講笑，最高可以罰1000萬港幣，再加監禁10年。你可能會話，台邊有咁易捉到少年？你太後生啊！消委會就舉咗個真實案例，之前有條友幫人由馬來西亞空郵2個包裹返香港，報稱係樣本，點知海關一開，哇入邊係27件，重3公斤嘅虧西鳥標本。呢一隻鳥係極度瀕危物種，結果呢位仁兄為咗賺個1000蚊報酬，最終被判監32個月，2年幾啊！所以唔好以為用零食遮住，用膠紙包到實，一實就冇事。海關 X 光機唔係流㗎，之前都有人上網買煙霧彈，一樣衰咗。跨境網購真係危機四伏。好，返嚟我哋一開始條問題，點解買件土產會搞到咁大鑊？其實好多時唔係因為件貨本身值錢，而係背後嘅公共衛生同生態安全風險。你寄一隻未經檢疫嘅雞蛋，可能會帶有禽流感病毒；你買一塊來歷不明嘅肉，可能係非洲豬瘟嘅源頭。至於瀕危物種，香港作為國際公約簽署地，係有責任堵截呢啲非法貿易，唔可以成為走私中轉站。所以法律唔理你係咪自用，唔理你係咪唔知，只要你進口咗就係犯法。你哋又有冇試過買啲嘢？集運話唔記得，或者有冇朋友中過伏？喺下面留言分享下，提提其他人。